编辑仔的故乡，作者苏彦德，录音苏彦德。2020年3月7日，拜六9点50分，对厝出发。今仔日的行程是去台南的将军欣赏编辑仔，顺续做一寡记录。讲到台南的将军区，可能有真侪人捌听过马沙沟彩绘川、青群新青山渔港、青群新溪线型的盐田、丰原美术馆、雄武书院，这拢是将军的旅游景点。毋过今仔日的主角是将军的编辑仔。将军的编辑仔树是全台湾上济的所在。9点50分对路德出发，沿国一高速公路伫麻豆落交流道，沿171线道路大升来到将军灵仔寮编辑仔路。这条路伫联合国小的后面，外地人较毋知影这个所在。一条干那300公尺长的编辑仔路，拢布出红拍拍的花蕊探头伫甲阮看，红水阁大瓣的编辑仔花，毋知你敢有梦中的情人？最近5年，将军这个所在大概来要20摆。编辑仔花开伫2、3月。今仔日的编辑仔大概开8成，虽讲是拜六，毋过游客真少。搁来第2站来到南21号道路，这条路比较侪人知，伫将军国中的前面，红拍拍的编辑仔一蕊一蕊对乌白白的花纹浮出来。新的生命，新的愿望对遮开始。买人阁窈窕的编辑仔，有红的，嘛有柑仔色的，拢出来甲我握手。红色甲柑仔色的编辑仔，这个单纯的少女，甲咱21号道路砖塔甲水当当。第3站。煞接车沿将军国中边仔顺南20号道路驶，这条路是在地人的必备景点。虽讲花蕊无亲像前2条路遐尼车影，毋过来一条无人小路，甲编辑仔约会，豆豆仔行，稳稳仔欣赏，享受一个仔。旧情绵绵的快乐人生。第4站车沿南20号道路倒弯，沿台17线，搁倒弯来到南24号道路。这条是通往曲凹甕将军市区的道路。今年的编辑仔比永年发较济，毋过这条路参观的人较少，拢是过路的较济。第5站车沿南20号道路，经过南17号道路，往嘉义的方向正弯来到南27号道路。这条路的编辑仔虽往短短，大约无500公尺，毋过有一段发甲真暗。经过途中亲像行过红色的磅工。将军的编辑仔虽讲无白河林车比遐尼出名，毋过将军的编辑仔树遍布大街小路，范围大个水。将军堪得叫做台湾的编辑乡。真可惜，将军区公所无大力宣传。嘛无其他的相关造景，致使名声无白河林车比遐尼抢赢。虽然林车比的编辑仔较少，毋过真集中，阁有其他的配套，加上白河区公所
大力宣传，所以名声烫世界。毋管安怎，我犹原要替将军的编辑仔赞声。望编辑仔花开时，请你来将军行搭。最后要说明一下，编辑仔花华语叫做木棉花，台语千万毋通讲木棉花。